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咧係喺加拿大排名第1嘅公立研究型大學啦，喺全世界嚟講咧，其實佢都獲得一個非常之頂尖嘅聲譽，尤其是係商學院啦，同埋佢哋嘅工程學院咧，其實都係深受香港同學仔嘅歡迎嘅。有唔少嘅家長同埋學生咧就會誤以為可以等到 HKDSE 或者係 IBDP 放榜嘅時候咧，先至去遞交多倫多大學嘅申請，但係其實等到嗰陣時嘅話咧，就已經係太遲㗎啦。因為多倫多大學嘅申請截止日期咧係每年嘅1月中，咁所以咧計劃喺2026年9月入學嘅中六或者 Grade 12嘅同學仔咧，就要記得佢哋嘅關鍵日子，譬如可能係申請嘅截止日期啦、文件嘅截止日期同埋面試嘅截止日期等等嘅。咁我哋就會強烈咁樣建議同學仔啦，喺11月至到12月呢一段期間咧去遞交申請，咁就可以提升佢哋嘅錄取機會。譬如以2026年9月入學為例啦，其實多倫多大學咧就會將佢分為5輪嘅時間咧去發放錄取嘅通知。咁同學仔可以見到啦，喺5輪嘅時間表裏邊咧，第一輪發放通知嘅日子咧就會係喺2026年嘅1月26號，第二輪咧就會喺2月23號，第三輪咧會係3月16號，第四輪會喺4月13號，而最尾一輪第5輪咧就會喺5月18號同埋5月25號嗰個禮拜嘅。咁如果同學仔喺第一輪嘅時候咧未獲得多倫多大學嘅錄取嘅話咧，就會自動進入咗下一輪咧重新去審核，如此類推嘅，直至到第5輪嘅審核結束為止。咁所以越早申請嘅話咧，其實就即係代表你可以參與最多5輪嘅評審，錄取嘅機會率咧就自然更加大啦。咁今日咧就講到咁多先，我係 ASAP Education Mavis， 嚟緊咧我哋會繼續分享更多有關加拿大嘅升學資訊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嘅同學仔咧，就記得繼續留意我哋啦。